台北市長參選人沈伯洋前一日提出串聯規個台北市的登山步道這個想法，去予在地工程處回應講，為路段地形危險，甚至影響生態，紅質疑這個想法傷過外行。不過沈伯洋講，許困日公務人員閣加班做政治攻防，實在是無啥正常。青竹辦市長獎予大漢後生，九萬安市長身份，一日就出換做爸爸，兩個人國客互動，選擇白熱化，聚焦政策攻防，將對民進黨台北市長參選人沈伯洋提出台北登山步道愛打造大台北天際線，希望串聯台北市現有的登山步道路網。台北市台地處測試發告反擊，部分路段地形險惡，涉及生態保育等理由質疑外行。在週末的時候呢，這樣相當於是用加班的一個方式，就等於是用局處來加入這個所謂的政治的攻防。我認為這不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任何抹煞我們市府基層同仁努力的指控，同仁一定會出來做澄清跟駁斥。我一定會和我們市府基層同仁站在一起。新北選戰部分拿了兩黨參選人李四川、蘇卡惠今早基層，最近定出席工場活動，不過是一前一後王不見王。其實早起，佮同齊出現永和區好好腳卡參加足球比賽，較無技術，禮貌性壓球第一。參選近700天以來，我每一天都非常努力把握時間，到新北市的各個地方。其實有時候呢，一天甚至就可以跑到新北市的10區左右。各左我們各的，那當然我們各拉各的支持者。那原則上，我在不管以前台北縣或是新北市，其實也跑遍了29區。針對民進黨民調中心最近公布新北市長選情民調，基礎蘇卡惠淡薄領先李四川經辦呼籲公開民調細部數據，予外界檢驗，若無只是錯方向的政治操作。蘇卡惠經辦回應，最近幾項民調趨勢攏顯示團隊行佇正確的方向，感謝市民的支持。記者綜合報道。